害怕来见约瑟，是因为约瑟他们当初把约瑟卖掉，他们想要使约瑟离开到他们家族，可是到最后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，他们兄弟知道害怕面对，他们也悔改认罪，所以最后还是有一个好的结果，他们必须承担自己的一个罪恶。大卫与示每的故事，这边我就不再多说。犯罪的后果，当你愿意原谅对方的时候，但是你无法承担他们做错事所带来这种后果，或是你能够承担的，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一起共同来承担，不是的，还是让他们自己去承担那个后果。比如说在公司里面，或在一个承担你一个挪用公款，你不可能说我挪用公款之后，由别人来还这个钱，你必须只要承担挪用公款的这个刑罚。比如说车祸肇事，你必须要去承担那个后果，或者是你在疏忽你应该做而没去做所犯的这些错误，你就要去承担起来。我们要饶恕别人，有时候觉得很难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不饶恕人这件事呢？要许下饶恕的承诺，其实也很难。就是刚刚所说的那4个承诺，我不会老是想着这件事，我不会再提起这件事，用它来对付对方，我不会跟别人提起这件事，我不会让这件事成为2个人之间的一个阻碍。这个承诺要守很难，可是呢，神应许我们要饶恕别人，他从圣经里面提供了实际的引导与见证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与意志力，属灵的伙伴可以提供我们辅导与鼓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从圣经、圣灵以及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可以赢过这个不饶恕，我们可以克服这个不饶恕。所以，我们要如何克服心中的这个不饶恕呢？有几个步骤。第一个呢，确认对方是真正的悔改。要饶恕一个无法具体悔改和认罪的人是很困难的。有人犯了错，可能口头跟你说“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”，可他却不看你，他也不真正的认错。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很困难要饶恕他。所以我们要帮助对方知道他自己要认罪，要很完完全全的知道他自己这个错是在哪个地方。我们常常会指责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忘记我们只是指责表面的，而不知道是要帮助他去看见事实发生的一个真相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是要弃绝那个罪的态度与不实际的一个期待。饶恕呢，会因为罪的这种态度和不实际的期待呢，会变成挚爱难行。因为呢，我们会认为对方必须要努力，他必须要做到某个程度，他才配得我们的一个饶恕。第二个是我们想要惩罚对方，所以我们那种期待，我们想要惩罚对方，我才要饶恕你。再来就是我们要得到保证，保证你以后不再犯，我才要饶恕你。但是神的教导却不是这样的。约翰一书1章9节里面说：“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”路加福音17章3到4节也这样提到说：“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们的弟兄得罪了你，就劝诫他；他若悔改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，就要7次回转，说我懊悔了。你总要饶恕他。”也就是说，饶恕不是按着刚刚所说的，要别人来配合我们，我们要得到他要悔改的保证。饶恕是根据人的一个悔改，而不是因为他保证我下次不再犯。有人会重复犯同样的错误，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学习到。如果你要他保证他不要再犯，事实上是很困难的。我们家的孩子2个兄弟在吃饭的时候，特别的喜欢在餐桌上玩耍，所以我们每次都说吃饭的时候不准玩。
可是每次当他们在餐桌上在那边玩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好，你们在旁边去罚站。等到你不想玩的时候，你们再上来吃饭。他们过一会他们站了，可能觉得累了，或者他们很想吃饭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不会再玩了，我要上来吃饭。”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：“那你保证你等一下不会再玩？”他说：“我保证。”可是你猜他上来之后有没有继续玩？有嘛哈？5分钟后安静5分钟后他又开始2个兄弟又在那边玩了。所以我饶恕了他，并不是因为我要他保证他不再犯。他要是继续犯错，我们要提醒他，你还是犯错了。所以饶恕是不断的。刚刚的经文里面说，他若1007次得罪你，又7次回转，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所以一个人如果表示他悔改，可是却继续做伤害人的事，所以你还是要跟他讨论，现在他的行为是错的。所以在成功的胜过罪恶之前，通常不道德的行为模式需要一再的被提醒。尽管如此，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对方保证他将来不再犯，并因此不去饶恕他说我错了这个人。不因为他可能再犯，我们就不饶恕他；也不因为他又犯了同样的错误1次、2次、3次，到第4次的时候，你说你怎么老是犯同样的错误？我不饶恕你了。不能这样的，我们要不断的饶恕他。可是我们要提醒他，他现在的行为是错误的。第3个步骤，要克服心中这种不饶恕呢，是要评估自己的责任。我们自己的罪呢，常常有可能是造成冲突的一部分原因，有可能是缺乏了解、不适当的话，或说出不适当的话，或者是没有耐心，或者是没有用爱的态度来回应，都会使这个冲突呢来恶化。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说话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只听到前半段，我们就给他了一个回应，然后就造成了冲突。可这个人他所表达的意思却是后半段，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去听，不要不要因为没有了解、缺乏了解呢，就跟他起了更大的一个冲突。所以我们要去评估、去反省，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冲突的时候，我们有的那个责任。我们不要流露出那种自以为义的态度，然后导致无法去饶恕别人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是站在公义的地方，我们是有理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饶恕人。有人说我有理行遍天下，这个就是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可是我们要站在以神的眼光当中，那个公义是由上帝来判断的。这个公义是我们所做的是符合在上帝的公义里面。我们不是做审判官，我们不是做那个警察，我们要做的是提醒对方，在上帝的爱当中，我们要去面对他所产生这个不道德或者不好的一个行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用祷告的心去检视，当我们在冲突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一个责任里面。我常常在提到是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上帝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恩典，就是我们会自我反省。我们都会常常去想，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当我面对人的时候，上帝要我怎么做？这就是我们自我反省。当我们自我反省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容易去饶恕别人。第4个步骤呢，是认定是神掌权，而且是美善的。因为万事都是由神掌权，而且是美善的。所以这样的冲突里面，有可能是为了荣耀神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机会。我们在第1讲里面，荣耀神里面说，冲突带来一个好机会。那个冲突带来好机会，那一讲的最后就说，在冲突里面这个好机会要容神一人。第2个呢，是使我们成长。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，在上帝的掌握当中，是要让我们成长的。第3个是因为会显露出我们自己的罪、软弱，或者是我们有那个偶像在里面。第4个是为了锻炼我们有某样的品格。可能你的脾气很暴躁，你是个火爆浪子，可是经过冲突之后，你就知道神的恩典和怜悯爱在哪里。上个礼拜6，我们进到少辅院去的时候，少辅院的这群孩子、这些学生，
其实他们在社会上都有犯了一些过错，所以在这当中，他们都以自己说我没有错。那我们在少福院的一次服事里面，我们让他看了在好消息里面的一个真情部落格这个节目里面，宋一鸣、宋达明这对兄弟他们的一个见证。在这里面，他的弟弟宋达明，他以前在片场里面是时时刻刻跟人家吵架的。可是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，他开始自我反省。有一次在冲突当中，他被人打了一个巴掌。依照他的过去的性格里面，他可能就是马上还手跟别人打起来。可是在那个时刻，他打电话回家，告诉他家人说：“我跟人家起冲突，我被人家打。”他的家人给他的回应是：“有可能吗？不是都是你打人的吗？”在那个时刻，他才发现自己原来都是在打人的人。所以在那个里面，他就反省自己，原来他那火爆浪子的性格应该要被神所改变。在那个之后，他就用神的话语，用祷告，真的上帝改变了他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要去了解，当冲突发生的时候，其实是上帝是美善的，我们要去饶恕人。这个原因是因为上帝掌握了这一切，而我们为我们所做的这个饶恕对方，只是回应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某个部分。所以，当我们将对方视为上帝手中一个器皿的时候，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去有比较成熟的一个思想，让我们能够容神益人。我们会比较容易去饶恕对方。第五个是要记得神的一个饶恕。我们要克服那种不饶恕人的这种心呢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，我们要将注意力放在神如何饶恕我们人的这个部分。我们常常将神的一个饶恕呢，视为理所当然，而我们自己却不愿意去饶恕别人。我们会认为上帝饶恕我们是应该的，我们跟上帝祷告说：“上帝，求你饶恕我，你原谅我。”好，我祷告完了，上帝饶恕我。可是当对方不能侵犯到我的时候，我却不去饶恕别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看上帝饶恕人，而我们也应该如此的去饶恕别人。我们如果不饶恕人呢，会使我们与神、与人隔绝，失去了那个原本应得到的一个祝福。所以，我们越认识和感谢神的一个奇妙那种赦罪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就越有那个动机呢，去饶恕别人。第六个步骤呢，是要去截取神的一个力量。真正的饶恕呢，我们必须依靠神的恩典，不是靠你个人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试图靠你自己的力量去饶恕人呢，我们会陷入一种很漫长的一种挣扎，而且会有挫折。如果我们请求神改变我们的心，从我们的内在开始改变，并且持续的依靠他的恩典呢，我们甚至呢可以将那个饶恕所带来的那种痛苦的伤害呢降到最低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饶恕人呢是个结果，它也是一个过程。我们要跟人和好，其实饶恕是一个结果，也是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要努力的遵守4个承诺。遵守4个承诺是一种结果，因为它会拆掉我们当中人跟人之间隔绝的那个墙。但是呢，在这当中，我们要做的那种清理和修复的工作，也就是和好。所以这4个承诺，在我们和好、饶恕这个过程里面，其实是可以内化成我们内在的。有没有人记得第一个是什么？因为你们已经翻1页了，所以我才问你第一个是什么？承诺的第一个，我不再老是想起这件事，这是第一个承诺。第二个承诺是我不再提起这件事，用这件事来对付对方。第3个是我不会跟别人说这件事。第4个是我不会让这件事成为2个人关系的阻碍。当冲突发生的时候，你要跟对方和好，你要饶恕对方的时候，这4个承诺是很重要的。因为这个4个承诺，就是让和好的工作是一个结果，也是一个过程，是修复彼此的一个关系。和好呢，就是用和平和友谊做
替代那种敌意和